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103回。上回提要，被智慧、知識同埋創造嘅蛇咬到嘅球雪，得到啞鈴洲創世資料之後，成為最強大腦。正當人工智能 K AreaDB Island 想傳授所有科學知識俾佢嘅時候，發現另一條蛇身處海安家中。原來海安被巨人、正義、新的開始嘅蛇咬到，基因被改造，加上村長選舉嘅時候飲咗靈魂之水，身體變成半人半魚嘅怪物。村民以為海安受到玄武大帝嘅懲罰，所以向佢攻擊。海安選擇逃入深海，其後不見蹤影。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DB Island 東堤海岸沙灘。人工智能呢個好厚同好重嘅盔甲係屬於咩時代嘅科技啊？係現實世界最新嘅科技。海洋一直係人類好想探索嘅地方，不過因為水壓、氧氣、光度嘅問題，令人類冇辦法潛入海底。而隨住科技嘅進步，人類創造潛水艇，希望深入海底世界。暫時載人潛水艇最深嘅紀錄係接近11000米。咁點解你唔整一艘可以潛入水底嘅船，而係俾呢個盔甲我嘅？呢個潛水衣係由我設計嘅，可以抵受水深1000米嘅壓力，提供約1小時嘅氧氣，可以俾你同我一齊去揾海岸。海安徒手潛水最深都只係去到120米，但係佢魚人嘅狀態，可能真係可以去到啞鈴洲1000米嘅海底。啞鈴洲水深有1000米？如果按照現實世界，最深都可能只係得100至120米。不過既然盧零同埋今敏冇限制我就創造咗一個非常壯麗嘅水底世界。我按照人工智能嘅指示，着上咗呢一身雪白嘅潛水盔甲。盔甲嘅琉璃非常清澈，透光度好高。頭盔上鎖之後，我以為會好焗，但清新嘅空氣慢慢注滿成個密封嘅盔甲。呼吸冇問題，好暢順。你喺蛇變後嘅身體可以直接用大腦信息同我對話。呢個又係咩科技啊？係腦部開發嘅技術，我哋稱呼為全知狀態。不過我冇時間解釋，要行。着咗盔甲嘅我，慢慢跟人工智能行入海入面，再開啟埋盔甲外嘅推進器，就出發揾海安。阿安，你要等我啊！時間同一日，地點啞鈴洲東面海域。 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5、130，我又再破咗海氏家族徒手潛水嘅紀錄啦！我可以潛到去130米，而最大嘅唔同係，我之前係閉氣潛水，而家我可以喺水底度呼吸，仲有唔使帶住阿雪整俾我嘅潛水護目鏡，對眼都可以好清晰咁樣睇到水底嘅環境。我真係前所未有咁暢快啊！原本我呢段時間身患怪病，心情好差，俾條怪蛇咬到之後，仲變成半魚半人嘅怪物，俾村民唾棄。我不斷喺度諗，係咪玄武大帝要懲罰我，所以先令我退化成為怪物盧婷呢？但我而家可以喺深海度生存，我反而覺得係玄武大帝嘅垂青賜我呢種特別嘅力量，等我可以完成海氏家族終身嘅任務，就係去揾九頭海蛇被封印嘅位置。大空日嘅出現一定係同九頭海蛇有關。我唔等盧六同埋玄武童子，我要一個人去解決九頭海蛇。170、180、190、200米，呢度已經接近冇陽光可以滲透落嚟，我眼前接近全黑。但當我深呼吸、集中精神喺對眼嘅時候，我對眼嘅感光度又大大提高咗，同埋我好似可以感受到50米範圍內水流以及各式各樣生物嘅氣息，就好似有一條非常兇猛嘅殺人鯨喺我身後快速咁樣游過嚟。以前嘅我會靜止呼吸，扮死，希望可以逃過佢嘅攻擊，但而家嘅我或者有能力可以同佢一戰。
所以我擰轉身，瞪大雙眼望實佢，伸出右手，準備以串刺攻擊佢。原本張開口露出尖齒嘅殺人鯨，喺我串刺掂到佢嘅時候急停。而佢有3隻顏色，最外層係綠色碼，中間係灰色，最內層係紅色。跟住佢慢慢發出叫聲，佢好似傳遞緊一個訊息，就係對唔住，我錯啦。所以我收翻攻擊嘅右手，轉為輕撫佢，跟住腦入邊幻想出捉住佢嘅魚鰭，等佢可以帶我潛入更深嘅海嘅畫面。點知佢又對我叫：我可以捉住你，跟住你走。我感覺到佢答我可以，所以我就捉住咗佢嘅魚鰭，然後指示佢游去更深嘅位置。400、450、500，我捉住殺人鯨嘅魚鰭，深潛到去500米嘅位置，而我冇任何呼吸困難。正當我想同殺人鯨再潛深啲嘅時候，有一條長成10米巨型白色物體喺我哋身邊游過。我再細心一睇，原來有一條好長好長嘅魚，佢全身白色，魚頭有6條絲狀嘅長鰭條，腹部都係一樣。呢種魚我哋叫做黃帶魚，但係平時好少見到，而最長都只係得3米，原來可以去到10米咁長。殺人鯨再帶我潛落更深嘅位置，跟住前面有啲微光，原來有一隻人頭咁大嘅魚，但佢魚頭前邊吊住一個會發光嘅波子咁，十足十螢火蟲嘅尾部。我捉住呢一條發光嘅魚做燈，照一照附近嘅水域，然後就發現水深700至800米嘅位置有好多巨型嘅水母喺度浮下浮下，而每一隻水母反射緊嘅光都唔一樣，紅、橙、黃、綠、青、藍、紫，乜嘢顏色都有。跟住亦有游得極慢嘅巨型墨魚，佢全身透明，對眼就好似阿雪整嘅小型望遠鏡咁樣突出嚟嘅。然後我同殺人鯨一同靜止唔喐，因為有一條長5米嘅巨型鯊魚喺嗰堆水母度游過，佢對眼比淺水區嘅鯊魚更加渾濁，然後佢嘅表皮竟然可以發出微微嘅藍光。佢喺發光水母群度慢慢游走，撞到水母之後，水母群帶住各式各樣嘅光芒喺碰撞嘅一瞬間散開，好似水底欣賞煙花咁。呢個奇景我真係好想阿雪、阿綠都睇到。殺人鯨再帶我潛入更深嘅地方，呢度至少有1000米。我對腳踩住1000米海底嘅地面，呢種腳踏海底嘅感覺好神奇。多謝玄武大帝賜我呢個能力。有啲不明生物喺海床度捐出嚟，佢哋好似鰻魚咁，有長長嘅身體，魚身有7個腮，而最怪嘅係佢哋圓形嘅口一張開就有好多倒鈎嘅牙，10幾條7腮鰻咬實殺人鯨，佢不斷流血，而另外10幾條就咬實我嘅手手腳腳，我好似俾佢哋吸緊我嘅血咁啊！我唔可以俾殺人鯨有事啊，所以我用力扯走咬喺佢身上嘅7腮鰻魚。點知其中一條想衝去我個口度，我感受到佢速度同埋位置，所以我側一側身閃避，再用口咬實佢嘅魚身。原來佢身體會發電，但係我忍住，硬生生咬斷咗佢。而其他咬住殺人鯨嘅7腮海鰻聞到同類嘅血味，就一下子衝晒去我度，我俾20幾條咬實唔放。我曲一曲膝，跳起，再快速自轉，用呢一下旋轉嘅衝力將佢哋揈走，再忍住俾佢哋放電嘅痛楚，將佢哋逐一分為二。
解決晒佢哋之後，我游翻去殺人鯨嗰度，但係佢已經滿身傷痕，血流不止，我已經感受唔到佢嘅生命跡象。殺人鯨，多謝你帶我嚟到深海1000米嘅世界。我剛才太肚餓啦，所以將10幾條會發電嘅七鰓海鰻吞晒落肚，然後就貼住海床極速咁樣游走，希望可以揾到9頭海蛇封印嘅位置。但成個啞鈴洲海域咁大，觀星閣嘅文獻又冇確實記載到坐標，我而家就係好似一隻萬頭烏蠅咁，盲目去揾。我瘋狂咁樣游，將感知嘅狀態提升到極限，完全冇放過海床上面任何異常嘅動靜。可惜我都係揾唔到任何痕跡，直到我想再向前游嘅時候，點解前邊有一道透明嘅牆擋住我嘅去路嘅？唔通9頭海蛇就係封印咗喺入面？一諗到呢一點，我就用力不斷打呢棟透明嘅牆。阿安，你唔好再打啦，阿安，你唔好再打啦。阿雪，點解你可以喺水底度出現？你着住呢件衫係咩嚟噶？阿安，我哋上水之後再慢慢解釋俾你知啊。仲有，點解我哋可以咁樣溝通嘅？除咗村長之外，俾嗰2條特別嘅蛇咬到嘅你哋，都可以擁有全知狀態，然後用心靈去溝通。你又係邊個？點解你身上嘅顏色比我哋少？同埋你都可以喺水底度呼吸？阿安，我呢件潛水衣嘅氧氣得翻好少啊，不如我哋上翻水再慢慢解釋俾你知啊。雖然我唔知你哋2個點解會喺度出現，但係阿雪，你摸唔摸到呢埲牆？我懷疑9頭海蛇就係封印咗喺後面。你睇，我受到玄武大帝嘅恩賜，得到呢個身體，可能就係想我可以親手解決9頭海蛇。咁樣我哋就永遠唔會再有大空人，我哋個個都可以繼續安全咁樣生活噶啦。阿安，根本冇9頭海蛇，亦都冇玄武大帝啊！我哋係你哋係被創造出嚟喺呢個叫做 Game of Eden 遊戲入面嘅封閉區域所生活嘅數碼靈魂。我都唔知你哋講乜，我淨係知道我嚟呢度得一個目的，就係要殺咗9頭海蛇。阿安，你唔好再打啦，後面乜都冇啊，因為呢度就係啞鈴洲嘅邊界啊！我而家就證明俾你睇。防火牆竟然會出現裂痕，海安，你停手啊！海安冇理到人工智能嘅勸喻，繼續用力打啞鈴洲嘅邊界。跟住人工智能憑空變出幾支3叉戟，輪流向海安擊射過去。海安好似感應到人工智能嘅攻擊，一個轉身閃避2支3叉戟，但第3支就插中咗佢嘅腹部。海安冇理會痛楚，一手將支3叉戟掹咗出嚟，再向我哋掟過嚟。人工智能揮一揮手指，支3叉戟就好似聽佢指揮咁，轉彎再射向海安。呢個時候，海安嘅腹部嘅傷口竟然慢慢愈合，佢就一隻手捉住飛過嚟嘅3叉戟，不過今次佢冇掟翻過嚟，而係拎住佢，好快咁衝向人工智能嗰度。人工智能呆咗1秒，跟住再變出10幾支3叉戟，一次過向海安射過去。海安佢冇閃，用身體硬接，佢不斷咁流血，但係佢冇停止過咁衝過嚟，因為佢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要用佢手上面嘅3叉戟插死人工智能。為咗阻止佢哋2個無謂嘅打鬥，我決定衝過去佢哋2個中間，用潛水衣硬接阿安嘅攻擊。阿雪，你做咩啊？阿安，人工智能，阿安佢暈咗啊！我哋用傳送門去返千獸島先。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2季小島篇第103回。社變下篇 ，Harry 飾演球雪，Autumn 飾演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，Potter 飾演海安
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